幾百萬買部超跑，一插電腦，竟然成個熒幕都係紅色故障碼，呢部車到底賣唔賣得過？你架車會唔會有啲所謂嘅故障碼或者有冇啲問題啊？咁我哋會透過呢一部電腦啦，去登入你嘅車嘅系統，去做一個再詳細啲嘅電腦嘅分析。表面睇型到爆，點知內裏暗藏危機。師傅接上 OBD2 電腦，逐個系統同你深層分析。咁你就大概會知道呢架車有冇啲問題翻嚟要跟進啦。一般人見到紅色就嚇破膽，但係真正嘅獨立驗車唔會只睇表面。師傅深入調取歷史行駛記錄，發現原來呢啲只係曾經發生過嘅記錄，車輛硬件完全健康，虛驚一場。咁你發覺而家全部出翻嘅數據咧，都係啲正常嘅數據嚟嘅。揀車重要，揀驗車公司更重要。冇車行資金，冇車房背景，冇利益衝突。HKMI 香港人嘅驗車公司。香港驗車20年嚟不偏不倚，冇車行資金，唔受車行操控。HKMI 香港驗車，香港人嘅驗車公司。